康啊，你放工翻屋企要幾耐啊？都要成個鐘㗎。成個鐘，我廣州都去到咯我知坐高鐵啊嘛，除咗好似港珠澳大橋呢啲全球最密集嘅跨江跨海大橋群陸續通車，粵港澳大灣區已經朝住1小時甚至係半小時嘅生活圈邁進。粵港澳大灣區9+2涵蓋香港、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以及9個廣東省城市，包括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東莞、中山、江門同埋肇慶。大灣區總面積約56000平方公里，總人口超過8800萬，係全球面積最大、人口最多嘅主要灣區。喺2025年，大灣區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5萬億元人民幣，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近1/1。Debbie 啊，呢度有好多建築工程喎。梗係啦，呢度就係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嘅香港園區。園區分2期，由西至東發展。第1期發展嘅大樓正陸續落成。河套區呢度係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之一，涵蓋深圳及香港園區，有1區2園嘅優勢。區內嘅重大合作平台仲包括深圳前海同埋廣州南沙等，各平台喺戰略定位上面都各有側重，為香港帶嚟突破地域同產業局限嘅重大機遇。要推進粵港澳3地三向奔赴、互聯互通，絕對係核心關鍵。我明啊，就好似區內1小時生活圈，就係全靠硬聯通，透過高鐵、橋梁、機場等交通網絡，以及通關口岸等硬體，為區內人員流動、產業合作等創造先決條件。有足夠嘅硬件配套，都要有相應嘅規則機制銜接。呢方面就全靠軟聯通啦。透過打破體制壁壘，實現通關便利化、資金流通及數據跨境等措施，促進市場高效運作。要實現區域融合，民心嘅支持相當重要。深聯通就為軟硬聯通奠定民意基礎，透過教育、文化、旅遊等等，促進區內民眾嘅情感聯繫。Debbie 啊，究竟而家大灣區喺硬聯通、軟聯通同深聯通方面做成點呢？唔好咁心急，我哋嚟緊1連11集將會走進粵港澳大灣區，多角度深入了解區內唔同範疇嘅發展情況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！